欢迎收看台湾新闻界，我是下面詹伟民。咱讲高雄市哦，伫6月初6要进行罢免投票。咱看到今日国民党哦，这个主席江启臣是头一摆利用中常会期间哦，发表讲话，已经告这民进党用政党力量来采取罢韩哦，对即将要展开咱讲后一个任期的蔡总统是有失这个推动朝野团结哦，联合中央甲这个地方哦，共同面对着这个疫情的这个立场甲关度啦吼。伊嘛佫一摆来呼吁讲吼。伫咧中常会，遮的这个中常委员吼，爱来挺韩，伫咧面对罢韩的这个挑战，因无这个超前部署的这个空间，只有一个目标，就是甲高雄市政府做伙来吼拍拼哈。不过咱看到罢免这个韩国瑜的这团体哦，其实这个动作嘛是真济啦吼。面对着这质疑啦吼，其实嘛有一寡声音出现。不过咧，咱爱佫一摆来呼吁讲，面对罢韩吼，也是讲反罢韩，其实咱拢爱有理性的这个空间。是安尼讲咧，咱来看到伫咧6月吼。未到的这个初6啦吼，只是咱看到这个时代力量这个立法委员王婉如啦吼，伊伫面册头顶讲，伊表态来支持讲这个罢免投票啦吼，但是安尼尔，但是咱看到吼，这个李来希啦吼，伊就是共款伫伊的面册头顶啦吼，讲甲这个杀党案这个女党吼，这个头壳是毋是踢去高雄啊吼，来批评着咱讲的这个时代力量立法委员王婉如啦吼，其实伊用的这个话吼，真正是无介尔啊好听啦吼，咱嘛佫一届来呼吁啦吼，其实咱嘛看到咱这个高雄市长韩国瑜第一时间就伫面册头顶来批评讲吼，这个动作是无介好，爱来道歉啦吼，咱嘛爱肯定韩国瑜吼市长伫咧即回吼，真紧来去做回应啦吼，毋过面对着罢韩还是反罢韩这个攻防，今日透过节目就好好来讨论。这不定，咱邀请3位来宾，第一位咱邀请中国国民党这个高雄市议员黄孝庭。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们邀请台湾基进高雄东部新闻部主任黄碧祥。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出来登票。是第三位，咱们来邀请到民进党这个高雄市议员林志宏。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啊，所以咱嘛要来邀请到吼，透过连线来邀请到咱前国民党发言人吴文琪。首先啊，咱要来先。邀请咱的议员吼，本身嘛是咱这个中常会这个委员啦吼，其实伫这个下晡才打开完这个会吼，你嘛赶来咱这个现场啦吼。其实这回咱看到国民党进程啦吼，甲这个罢韩的时阵，面对罢韩有真侪种声音吼，就是讲爱较低调来处理，还是讲较高调来处理吼。但是咱这回嘛看到讲是要甲这个高雄市政府这个市政优先的这个前提吼之下，个防疫优先的这个前提啦吼。这个咱看到主席嘛交办着一寡代志啦吼，闭门会议咱讲着啥物物件咧？无啦，其实媒体处理以后吼，咱主席咧讲的，阮仔行头前咧伊发表的演讲，阮仔差不多啦吼。主要就是讲，因为韩国瑜毕竟是国民党的一个从政党员嘛，就是讲阮党伫个六都内底一个足重要的一个政治人物嘛吼。伊即摆有碰到即个政治危机啦，我拢讲这个政治危机嘛。当然对党全党的上下，就是爱来要来甲伊甲斗相共，爱脱过即个危机嘛吼。所以伊讲，咱来配合即个即摆韩国瑜市长甲伊的团队，伊所制定出来即个策略，就头我讲的市政优先、防疫优先吼。罢韩即个代志，当然这是大家民主的一个制度，伊尊重吼。对于伊来讲，即摆甲市政做好，甲防疫做好，就是伊上好来回应要甲罢韩的即个代志。所以，阮爱全党上下规个，阮的即个党籍的议员立委做伙来甲斗相共。是，这是做伙来斗相共吼，面对着这个市政可能会有影响到啦吼，嘛是爱去甲推塞一下。不过，这个点名蔡总统第一任期要第二任进程啦吼，你都要有较悬的这个关度吼，就是爱推动这个朝野团结啦吼。伫咧这地，这个咱江主席想要讲，咱先做伙来听。疫情尚未完全落幕，又值蔡英文总统第2任任期开始之际，本应该是朝野共同展现政治高度，面对后疫情冲击，合作对话，齐心为国家发展寻求出路的最佳时机。根据国政基金会5月份上旬的民调，有高达69.8%的受访者认为政党不应该介入罢免的过程。然而，民进党党籍立委不但联手呼吁
主动为罢免韩国瑜市场的工作升温。民进党中央甚至成立专案小组，企图激化对立的声量。国民党要慎重地提醒民进党，以政党的力量操作罢韩，对即将展开下一任期的蔡英文总统来说，更是自私推动朝野团结、连结中央与地方共同面对疫情的立场跟高度。民进党拼政治，国民党更要拼市政。民进党刻意操作对立，国民党更要全力支持韩市长的有感施政，更要用行动证明党部跟党团都是高雄市政府最坚实的伙伴。虽然看到这个江主席伊是安尼讲的吼，就是讲这个蔡总统应该伫咧任期进前吼，甲这个团结的这个部分吼，朝野之间团结，搁一届来合约吼。因为过去咱嘛讲吼，伫咧正月甲这个4月吼，选举都已经结束，伫咧疫情的面对的这个时间吼，江主席做一届搁来回应吼。即摆咱要来连线咱的这个前国民党这个发言人吴文琪，文琪你好。主持人，主持人好。是你好。是咱知影吼，头拄这个主席嘛有讲到吼伊嘛有讲到一个这个民调啦吼，当然咱嘛会看讲这个平面媒体上市的民调，伊讲吼有差不多要70%的这个民众啊受访者认为讲政党无应该介入罢免的这个过程啦吼，你感觉这个部分吼，这是这个国政基金会去所做的啦吼，这个部分呢吼，敢真正是讲这个国民党伫遮吼用到这个民调来去讲民进党的确有这个介入这个罢免的这个过程。我是安尼想啦吼，我讲因为国民党的主席安尼讲，咱会使理解啦吼。所以讲徛一个主席的关度，伊来看待这件代志，我感觉伊安尼讲是合理的。但是我爱提醒的，就是讲，因为你即马面对的这个咱讲暂时讲是对手来讲的话，民进党的表现不是一般的对手。我的意思要跟大家报，他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对手。看卖咱进前的9合1的选举啊。还有蔡赖之争啊，我意思讲，你国民党吼，当然你希望你安尼做，但是你如果说对手是一个正常的，你安尼做我也在理解。但是民进党伊基本上他没有什么保守，伊无法度做的。我觉得我建议国民党当然袂使有咱讲的讲宋襄公的这种妇人之仁呐、你要这样看，否则你今麦来看讲进前咱的国民党的党团的这个林维洲的这个委员的讲法啦。不管国民党内底做2波的这个民调嘛，吼，即便是咱讲较近这波的第2波的民调呢，伊讲虽然说有起色，但是佫是讲感觉讲过的机会真大。既然是安尼的话，我头已经讲过啊，民进党的对手，伊的这个步数，也是伊的手路，是咱看哦，伊即马一直甲你讲哦，大家爱和解啊，吼，大家爱好啊，做伙啊，防疫安怎拄安怎，但是你看。最近发表的不管什么所谓的促转会人事案啊、NNCC 的人事案，我意思是讲，民进党基本上伫我个人来看啦，是讲一套做一套，但是国民党不管对手是安怎做，你国民党家己爱提出来你家己的看法，你若既然知影讲第2波的民调做出来，可能佫是会过机会真大的话，我觉得进前韩国瑜讲的，我们宁可光荣的战死，当然咱无期望讲任何人安怎。就是讲，我希望讲国民党可能这个思考的点，你来讲，譬如讲，咱即摆咧看法律战，对一开始的时阵，大家若是无记了唔对的话，从我们所谓的高雄，不管是4君子或4骗子，我都不管。可是各位想想看，就一开始的时阵，因咧推动的时阵，你若是要发动所谓的这个法律之战的时阵，一直延到现在的第2波。咱个看到咱的前新闻局的局长王浅秋，因去做这件代志。我意思是讲，徛伫在野党的一个立场，可能咱爱拿就是我们的名字，就是在野党，你绝对不能寄望对手是一个很真正雄啊，吼，甲你讲道理啊。我感觉吼，国民党一定爱学到一寡教训，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看待这件事情，我无希望讲吼，咱当然。咱绝对支持讲韩国瑜吼市政优先，迄是伊基本的功夫，伊爱做。但是面对即马，你看对民进党开始讲政党无应该加入，一直甲咱看进前顶礼拜，民进党所有伫高雄的，不管是地方的民代，还是咱中央的委员，全部拢徛出来。所以我毋则讲，你爱看
看这种代志的时阵吼，你莫听伊讲啥，你爱看伊咧做啥。就是你的意思是讲，这个国民党爱主动来出击的意思啦，吼。吼，这个你的意思是讲，国民党爱主动来出击，唔当看一个民进党出招，你再来回招的意思啦，吼，是安尼嘛？对， OK 正确的，因为我的意思是讲，今仔日若是讲民进党，我头一定讲甲足清楚的。是。民进党，你对我头讲的一个，我若是搁讲一点啦，吼，你看总统府私烟案，他可以讲成是超买。我意思讲，这种硬凹的讲，坏嘛是伊讲的，神嘛是伊，鬼嘛是伊。但是国民党，我讲不管民进党安怎做，你国民党你家己爱拍拼，你家己若扣讲，你不要怪老百姓，他也许知道民进党不怎么样，你国民党家己爱拍拼，所以我讲国民党与其讲较低调保守，我当然承认一件事情，那像龙介兄讲的，这是两面刃。我们没有咱研究选举的人拢了解这个道理。但是你看民进党这几年来的所有的手路、所有的做法，我感觉国民党爱较紧，有该勇敢战斗的时候勇敢战斗。你在选爸爸，尤其咱在讲黄国昌，各位记不记得他把选爸爸的民调那个门槛往下降了？他本来黄国昌差一点的可能变成本身就是受害者。在所谓的罢免条款被修法以后，那个门槛，我觉得国民党爱开始舒克。你与其降低投票数跟增加投票数，然后支持的人出来投反对票，这里面的一个比例原则，我感觉咱就是咱国民党家己爱好好啊想，但是国民党我搁爱强调，伊家己若无拍拼，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这嘛是咱家己做得来，所以国民党家己爱加油。是，这是这文基兄吼，较早要做过咱讲真国民党的这个发言人，伊真这个真诚心的这个呼吁吼，咱感谢文基兄，感谢。啊，首先咱要过来个邀请先请议员啦吼，头拄啊咱嘛听到这个文基兄伊所讲吼，民进党有出招啦吼，但是伫咧这回咱看这个定数内底，到底政党应不应该去介入这个罢免的这个过程？你感觉这个民进党伫遮扮演的角色是啥物？我感觉吼，政党是因为人民而存在，所以讲，政党本来就是在回应民意，即摆这个现况，吼，要安怎来处理即摆的工课，吼。譬如讲，进前防疫的代志，真侪人拄着无共款意见的时阵，规个中央的行政团队开始随时咧改嘛，改迄制度嘛，改个补助的条例嘛，等等吼，这是回应民意一个所在。共款的伫高雄市，吼，罢免是一个民意，吼。啊，其实罢免吼，不管是支持还是唔支持，拢是宪法保障公民权的一个权益。是，对，不管你是要投同意票，无同意票，我是认为讲拢爱出来投票。啊，政党这个时阵，当然民进党伫在野党的立场顶悬，咱一定是徛伫监督市政的部分嘛吼。就去年吼，啊伊安尼绕跑选总统，啊了面对着真侪罢韩的民众，吼要去游行行街头的时阵，伊讲遮遮羞布，吼。真正吼，这组对立的是韩国瑜呢。咱会记讲旧年时阵，伊选总统的时阵，伊伫新北市的造势案会讲 TNND， 讲有没有像蛋里安尼吼，用这种比较粗的话，吼去挑起社会对立，造成安尼真侪罢免团体，也是讲公民运动吼，不断的一直伫发起安尼。像最近啊。真侪公民团体挂布条啦，吼挂扛棒啦，洗地板嘛，伊嘛用这强硬的红线吼挂一个拆一个，是，这拢是制造对立的一个行为。所以讲，我是认为讲吼，罢免这项工课，吼本来就是即马高雄市市民的权利，吼政党拢是回应民意。当然国民党对因来讲，伊嘛有深蓝支持者也好，也是讲因家己支持者也好。吼，因家己的意见爱去面对，吼，因安怎做我感觉尊重。啊，袂当因为安尼就限制讲吼，敢若民进党、敢若激进党、敢若时代力量都袂当参与罢免运动，毋是，因为政党都是因为人民的存在。所以讲我是感觉讲，这届罢免的投票吼是上好的公民教育，这是台湾地方自治史上，吼，台湾的选举的历史典管第一届。罢免直辖市市长呢，吼，这是最好的公民教育，这嘛是对。政治里面最好的一个责任教育，就是互外界讲吼，一个选调市长的人，不管未来你是做议员、做立委、做市长、做啥物，你都要好好啊做你即马选民托付互你的这个工课，啊好好啊做，唔通食我来看我，啊一啊，大家叫你批评的时阵，你去讲别人。讲别人不是安尼，我是感觉讲吼，这都是一个上好的教育。是，所以讲这个政党啦吼，去回应这个人民可能有的这个需求啦吼。另外这个民主听数啦吼，
这个有的人嘛是望讲甲行互刷啦吼，嘛唔当透过这个可能讲蔡总统的这个管道吼，也是讲这个政党政治本岛都伊这个竞争的部分啦。咱头拄嘛有听到这个文基兄伊做这个听心的这个呼吁啦吼，就是讲这个选举本地就是这个岛外乡民吼，有这个较内的这个所在，嘛有较议论的这个所在吼。但是对政党来讲，这回国民党爱徛什么款的这个角色？我是感觉讲，今仔主席伫咧中常会讲遐话吼，大家去想看卖啊吼。因为咱定来讲选举了就结束啊，莫搁用莫甲选举搁直直咧延续咧。是，毕竟4当选一届嘛，咱无希望讲选举了搁继续搁咧选举。所谓搁咧选举就是讲你搁咧对立嘛。所以你若蔡总统直直讲朝野大家都爱和蔼，国家较会进步。即摆对咱即个民调做出来的结果足明显。是，咱即摆台湾人民对即个罢免有政党的概率有70%的人是感觉无啥适当。OK 吼所以讲这表示讲反映出台湾基层的人民认为讲罢免权是一个当然是从即个宪法给予你的一个权利，你会当去做，这无人反对。OK 但是你若一个政党跳入来支持这个活动，甚至甲伊操作，毕竟讲人民会感觉反感。 OK 怎讲呢？我比一个互大家听，因为政党你咧选举时，就政党对政党嘛。等于讲，以高雄市长这局来讲，你等于讲韩国有选赢嘛？你选输的政党要出来罢免选赢的政党，安尼对咱所谓民主，这是产生一个无稳定性啊。比如讲你一道一选了。你就讲我随便甲你提罢免。是。你要用啥物理由？我讲真诶啦吼，民主国家、法治国家，就是用法律讲嘛。OK。你若违法，你该关掠去关，你该罚掠去罚。是。所以我讲，你到底用啥物理由，这拢无要紧。OK。但是你互咱的百姓家己去判断讲，我要赞成互伊继续做，还是无爱互伊继续做。但是你若用政党的力量来介入，必成功人会感觉讲，你是参赛者，你搁要出来做闹场的人，人会感觉讲看破骹手。安尼咱来讲吼，这个政党是执政党，还是这个其他的这个在野党吼？其实咱嘛有这个台湾基进的这个主任伫咧现场啦吼。你是在野党吧？是。是，咱若是在野党，咱其实嘛是上即个支持罢免的即个政党啦。嘿，所以咱认为讲，其实像头拄仔甲有讲到，讲韩国有到底要安怎来运用即个罢免？咱认为讲，毋是讲伊爱关掉，还是低调。其实上重要的是，伊应该爱光明磊落。是安怎讲伊要光明磊落的？因为咱台湾基进其实算，即马伫高雄，甲是算讲半公民团体，咱就是会配合咱的即个，包括讲 VK 高雄以及的公民挂草，会来做即个罢免的即个宣传。但是咱会当拄着一件代志，就是讲咱，比如讲咱进前挂即个布条啊，挂即个看板起的时阵，随24点钟了。就用拆掉啊！煞来咱用一寡即个较创意的方式，比如讲咱今仔日咱迄个台湾基进有挂这个气球上去，要大家宣传罢免，或者是讲进前咱用即个洗涂骹的方式来做即个罢免的宣传，拢互即个韩国有用足紧的方式就甲迄个来用掉。比如讲咱即个洗地板的代志，就是我带咱的即个技工来到咱的属于行政中心来即个洗涂骹，但是咱11点开始洗。洗了，因竟然2点的时阵，甲清洁队员画出来，就叫因家洗掉。而且因是洗咱有用2个迄2摆尔。咱认为讲，其实你爱光明磊落的话，咱会当就是好好来讲这个代志，毋是讲你讲一套讲咱应该爱即个光明啊，咱政党无应该介入，但是咱用市府的力量来入去介入。是。所以咱看到这个部分啊，头拄仔咱讲到2个民调吼，第一个是这个国民党讲的这个国政基金会，伫咧5月这个定选吼，来所做的民调有70%的人受访者认为这个政党无应该介入这个罢免的过程，这个政党应该是讲执政党啦吼。另外咱嘛来看讲，其实平面媒体嘛有上新的这个民调，就是讲罢韩这个支持罢韩这个部分吼，差不多有这个6.5%吼是同意罢免吼，无同意罢免差不多是2%左右啦吼。其实咱嘛看到讲罢免的这个
个部分啦吼，有人嘛是讲吼，无要回答嘛是有这个一声是啦吼。啊，继续咱要带大家来看讲，这个民调内底较右路来去看讲支持罢免的理由啦吼。啊，等下这个来请教讲，其实有的人是反对罢免这个理由，咱这个来请教其他这个议员。咱讲吼，这个上大的部分就是这个45%.6的这个部分啦吼，就是讲违背责任政治甲诚信原则吼。就要去就任，要4个月吼，就去参选总统，这是高雄市民可能上要义的这个所在。另外，咱看到2成2左右吼，就是讲放任高雄市政吼拍远吼，是讲法庭吼行政的这个效率无介明显。另外，嘛是有这个1成5左右的人，就是对于咱讲韩市长过去这个讲话啦吼，较无遐尔认真。另外1成3的这个部分是认为着讲吼，本地做一个地方首长都要去议会啦吼受监督，但是伊倒撇这个部分是伤害着这个民主制度啦吼，所以这是这个咱讲平民媒体所做的这个部分啦吼，咱佫先来请教咱的这个议员啦吼，就是讲你嘛是高雄市的这个议员嘛吼，但是咱看到这个是支持罢免的这个理由，你认为你伫这个议会内底，这个咱讲韩市长？敢真正有受到咱讲本地民意代表都要去，互伊有一寡质询，但是伊敢有回应到人民吼，咱讲大议事才在质询的。其实我感觉议会加市府吼，议会到底当时要开会，还是讲议员发言的整整，迄是属于议会内底大家，这是议会是一个合议制嘛，表示讲，比如讲人咧讲是安那后礼拜1、2。阮一个议员会咱讲10分钟，过去讲15分钟，我只要讲一个足简单的解说吼。第一，这是3个党团，阮遮有一个国民党团、民进党团，搁一个无党的党团，是经过一个，阮有一个定数委员会，大家协调出来。过去是15分钟无毋对，但是顶一道反映大家讲。66个议员拢要质询着市长，所以这件为着66个拢有人讲，时间拄的只剩10分钟，所以讲这就是规个议会运作下的一个产物。其实这跟韩国有一点仔关系都无啊。OK， 这是议会本身的这个决策。这议会本身透过定数委员会所有3边的党团来讲的，这也毋是国民党党团，阮讲了就算啊。虽然阮是多数党嘛吼，所以韩国有市长只不过。伊是用邀请来议会备询的嘛，这个甲永俊当局咧做市长相共，伊是市长，伊来备询，议员甲伊质询，所以我感觉讲过去介济吼，只系是非非，到底韩国有毋敢入去议会无？到底有票要质询无？我讲实在话啦吼，伊印了好也歹，咱的百姓家己去判断。伊印了，大家感觉讲伊做了济也少，大家去裁决。但是伊到底有？无想要入去议会无，还是咧票免议会无？我感觉我就讲这，因为我讲真诶，这毋是高雄议会是安尼啊。其他6都诶，像这种反应，拢是有一个这秘书处，因咧决定这所有事务性诶代志。这个议事诶这规章吼，有这个专门诶这秘书处咧处理啦吼。不过我嘛有个请教咱诶这个议员啊吼，其实这个咱讲一民进党诶这个议员嘛要去做质询哈，是讲时代力量议员嘛要去做质询，但是恁要愿望吼，甲恁这个心声发出来，透过这种定数啦吼，也是讲这个定数上的这个部分，你感觉都会当个改进无？我先回应拄则吼少廷议员讲的部分嘛，我嘛感觉爱笑啦吼，就是讲，就是韩国去骂讲吼逃避议会，唔敢接受监督，即摆国民党议会党团改动起来吼，刚刚是讲刚刚是国民党议会党团去害韩国瑜被骂赶快的，所以讲好像是国民党党团吼，和韩国瑜接受让这个罢免的声浪吼不断的加温，很尴尬呢。其实拄则吼少廷议员讲的这个定数委员会，确实这都是一个定数啊。毋过内底比例，民进党才2个人尔呢，迄声音拢好消失去啊。所以讲咱就透过大会的时阵议事日程确定的过程当中。举手就表达讲吼，咱无共款意见，是安怎过去15分钟变做10分钟，进前的时阵吼是讲好讲满的，变做搁抽考才会当讲快当讲话无安尼。原本政党的时间哦是30分钟变做10分钟啦。我想讲吼，迄就是拄开头为讲了差不多都过5分钟安尼，拢还袂真正要质询着工课。安尼的质询权吼，我是感觉讲。国民党吼，伊要护航安怎，迄是因的决定。毋过，袂当替其他的议员吼去决定讲话时间减少，也是讲袂当讲话。像顶礼拜的时阵，迄临时会呢，迄是国民党党团举手讲，吼，咱要放弃家己个人质询的时间，嘛
而且嘛替民进党来决定讲你袂当讲话安尼，我是感觉讲安尼，安尼是破坏民主政治吼基本的权利，就是议员的质询的权利，这是吼每一个议员拢是后壁。拢有真侪民意投票，选民的一个人拢是1、2万票投下选票了，互议员来替民众来发声。因为伫议会内底足简单嘛，譬如讲要讲防疫，吼要讲资源的调度，吼市长伫内底随时议员针对防疫的工作、纾困的工作、地方的意见是安怎，欢迎当场等下才是嘛。调资源，譬如讲经发局要调啥物资源去帮助对一个族群的人，观光局要调啥物资源去帮助观光产业，这都是透过民意代表来去发声了，伊咧做的工作，伊无爱呢，伊家己。其实市长会当真好伫这个时间做回应。这是伊的舞台，伊家己放弃。我其实足紧回应一个阮志荣议员的讲法，我感觉讲哦，我搁是讲一道啊，其实议会迄是合议制的，拢是大家讨论的。是安那国民党一直压手。所以你讲，你所谓的讲。阮国民党团党无爱有韩国瑜来，我讲一个，咱来甲事实讲互大家听嘛吼。3礼拜前有一个临时会，无毋对，国民党团主场无爱开，因为迄阵4月17号有磐石舰的问题，伫海军有大规模的即个调兵嘛吼，所以伫第5天4月22就要开，所以这是经过所有议会大家的讨论嘛，毋是讲阮着我甲临时会甲没收，互韩国瑜无爱来，我讲这毋是事实。咱来甲即个背景去讲一下。第二，5月初4的临时会，我讲真诶，对台湾，对台湾头到台湾尾，对古早到即摆，无人咧定期会头前去开一个临时会。这高雄市议会，谁哪有即个足奇怪的现象？迄就是国民党让步，互民进党摕即个临时会嘛。我搁讲一道，对古早到即摆，你甲我讲对一个城市。伫咧定期会头前一礼拜有一个临时会，在高雄市这道尔，这上造成的，这民进党造成的啦。所以这个，你搁讲我唔爱互你讲，我感觉你嘛爱甲所有背景讲互清楚，对无？我要随回应啦吼，都是去年伫高雄市议会，韩国瑜拄之前的时阵，都是伫定期会头前开临时会，都是韩国瑜来议会头一届，迄毋是定期大会，是临时会哦，是针对。议程到底要定编还是无要定编的问题，开临时会都是高雄市议会发生的，都是国民党党团主张要开临时会。所以咱来讲，咱来讲其他关系拢无讲，拢无嘛，都是旧年尔的旧月1月初的时阵开临时会。是，咱嘛当希望吼，这个议会这个功能会当搁较正常化咧吼。虽然是受到这个疫情有影响啦吼，啊嘛这个头拄啊，咱议员嘛讲到搬石南这个因素啦吼。不过咱搁回归哦，咱今仔要讲的这个吼罢韩吼，啊甲反罢韩这个互相的这个攻防啦吼。啊其实中选会嘛公布着讲罢韩这个理由啦吼，啊嘛整理着这个理由书这个重点，大概有8点啦吼。第一个就是咱头拄啊嘛讲到吼，就是讲啊做市长4个月要宣布选总统。另外咧，这个市政满意度吼是全国上低。另外，这个韩国瑜是任由这个这是这个理由书内底重点啦吼，就是讲市政拍远。另外咧，就是讲可能有这个红色媒体介入台湾民主的结果。另外咧吼，嘛是讲对性别还是讲国籍这个歧视的言论啦吼。另外嘛有对这个这个放杀市政绕跑这种形象啦。另外，伫咧第7点，咱看到伫咧美中贸易战之下吼，世界这个地势是真心来组合吼，啊，毋过马航这个韩市长马航讲是较亲中啦。另外第8点，咱看到讲，这个中国国民党过去执政的国策是重北轻南，啊，甲南部的人吼。变做是这个政治权力的这个吼，可能是交换这个利益的这个部分啦吼，啊，就是讲有人就是理由书内底讲有人就是爱来反映讲全面抵制啦吼。不过咱嘛来看讲韩国瑜这个市长伫遮安怎做一寡答辩啦吼。咱来看答辩书的这个重点伫咧头前伊先用到这个心经啦吼，就是心无挂的这个部分啦吼，用心经来去回应伊的这个心经。另外嘛要讲到伊的这个政绩的这个部分15项这个施政成果，譬如讲有招商引进这个资金，嘛要推动特色的观光。发展经济甲贸易啦吼，嘛有看到真骨力去拍拼清理咱讲地下水道，嘛兼顾到咱讲高雄市城市甲这个较庄卡所在这个改善啦吼。另外嘛要改善到这个空气的这个品质，落实防堵疫情、防治这个毒品。嘛是这个土育伫咧较优先，另外嘛要推动这个是大人甲这个青年人共居。
另外嘛推测到去读书双语的教学，深化国际交流、行销高向佫有要推测到这个青年政策，这是咱看到韩国瑜这个市长伫咧罢免答辩书这个所有的这个重点啦毋过咱佫来请教咱的主任啦其实咱看到这个罢韩的这个理由书内底，这个真侪点啦差不多嘛有真侪页啦你感觉上大民众上要义的这个部分是啥物？韩国瑜市长有法度伫咧6月初6，佫一届有人讲是佫一届表现市政，互这个选民来看无？是，我认为讲，其实当然，大多为民调来看，大家上要紧的，当然嘛是讲，我互你一个机会出来做市长，但是你竟然即马是我让做市长我来做，我就去走去选总统啊。伫最近来讲，其实大家感觉是最含的，就是大多讲的议会的代志。因为我其实，因为我即马佫是大学生，所以我感觉讲最解郁的，就是讲。随这个招实践的代志出来了后，咱大学阁会当上课，我会当挂口罩去上课。这个咱伫会议内底嘛有演绎讲，咱要用这个视讯等等的方式来做这个继续开议的动作。但是咱高雄竟然是把这个会期就直接延后下去，到明天才开议嘛。我会感觉讲奇怪，就是讲，其实你要做甲防疫甲咱的市政兼顾，迄是有真侪款的做法。但是呢，咱竟然选择一个上歹，就是咱直接就延后啊。吼，这个韩国瑜，我感觉伊嘛最可惜的，因为伊无法度透过这个机会，比如讲伊甲咱的志宏议员来针锋相对之后，大家讲你有进步，安尼是毋是伊可能罢免的较袂遮尔互大家讲你拢无咧做代志，你拢无进步，你拢无想要悔改。是啊，我认为讲其实这是这个包括讲开议会，或者是讲这等等的方法，拢是互伊一个机会来甲咱高雄市民讲。讲伊其实为这个总统大选输了，伊有想要改善，但是伊并无安尼做，真可惜。透过这个本地有这个议会接顺的空间啊，也佫会当去表达伊伫咧政绩的推测，会当看到伊有这个成果伫咧啦其实咱嘛看到咱伫咧这个市政的这个部分韩市长真正嘛有心要做代志啦伊要推动这个医护人员这个普胎的这个部分啦其实但是嘛是有引发到侪这个讨论啦到底是有实行的这个必要还是无啦但是咱嘛是看到真正一个市长有开始要改革，有要个den心来去做过这个决心啦其实咱嘛是爱有一寡肯定的这个部分。不过咧嘛是有人讲到底要罢免还是无爱罢免侪种这个声音嘛是出现，咱嘛有整理到这个反对罢免韩国瑜的这个理由啦咱来看到有3位这个部分啦第一位咱看到这个中山大学政治经济系这个教授，这个新教授啦伊讲自这个社会稳定的考量啦就是讲选举已经伫咧这个1月结束韩市长嘛要宣布回归市政所以就互这个部分拢甲这个重点啦莫阁用政治这个部分加会增加着这冤仇的安尼部分尔啦伊嘛讲到民进党伫咧高雄执政20党，城市的经济发展拢无法度突破到这个可能较困难的这部分这个若是韩市长会当继续伫咧高雄市啦来做一寡拍拼这个城市发展的路线会当阁去会当阁去进一步来去推展，嘛会当清理着有这个片段。另外咧，咱看到这个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伊是讲啥来罢免理由书内底除了韩国瑜市长去年参选总统以外，并无其他具体这个理由啦另外伊嘛讲无听讲是因为无介意就来罢免讲一个拄满1年的这个首长或者是民主啦伊讲这毋是民主，这是一寡政治的斗争。另外，咱嘛看到国民党这个文团会主委，伊讲甲其他县市来比较这个平心来讲啦韩国瑜市政并无表现较歹啦但是韩国瑜总统伫咧大选失败，已经表示民意啦嘛要检视讲韩市长应该回归到这个市长的这个角色啦比较伊伫咧单据这个基础上做一寡改善其实若要做一寡比较的话啦其实拢是会当去互这个选民也好，高雄市民也好，各一届来去看卖到底是有做到还是无做到嘛，互这个高雄市民各一届去做一寡这个选择另外，咱要过来连线咱的前国民党发言人文基兄啦文基兄，咱搁一届来甲你请教头拄你有讲到可能也未这个完全讲到这个部分不过咱头段嘛讲到反对罢免的这个理由，你感觉有啥物款的这个反对罢免韩国瑜这个市长这寡理由，你有感觉到啥物部分无？咱若是讲来看这个代志，我常常咧讲我讲台湾人无变做咱进前咱蒋渭水先生讲的畏威不怀德。
我即马嘛歹讲日本人讲迄个后藤新平，讲咱什么贪财怕死爱民主，但是我希望咱台湾人，咱即摆一定三遍的这个政党轮替啊，是，咱的标准一定要一致。你若是真正去看这个所谓的高雄的，我徛伫我的立场啦，迄四个人，咱嘛莫讲伊是骗子啊、君主啦。就讲你看因的这个理由，坦白讲，你讲洪秀条主席讲的讲一句较简单的理由，就是讲因无介意。这个所谓的韩国语，但是我爱甲大家提醒哦，我讲咱的道理吼，咱即摆拢爱讲道理。你若是感觉讲你无介意韩国语，是因为讲伊就讲伊咧选着咱高雄市长啊，葛末伊无到这个4个月，无到1年，伊就去选这个总统，哦，这就讲咱像心肝伤大。各位，我提醒大家哦，这种理由若是讲会使成立的话，进前的苏贞昌吼对台北县长去做总统府的秘书长。咱的陈局对高雄市长去做总统府的秘书长，阁偌清烈，谢中庭、苏家全、林聪贤，这种道理，我就甲大家报告。不管是早早晚早，所以我今仔知咱的基进党的主任，吼黄国祥、志宏兄拢伫遮。我意思讲，咱就希望台湾愈来愈好，大家标准拢共款。咱是鼓励，咱即摆全民执政、全民过半的民进党，你就好好啊立个法，以后不管是早走晚走。你绝对袂使互这种代志发生。咱台湾人讲哦，你安尼讲有道理，否则咱看到咱的所谓的罢免书的理由，我讲一句较坦白的，只有这个什么没有最扯，只有更扯。你若是讲今仔无介意韩国语，你就要安尼处理的话，我他一定给大家报告啊。黄国昌的例子，即摆上新的例子是咱的宜兰，就是宜兰县员山乡的这个中华村的村长，各位。我讲今仔民进党一定要想到一点，若是万一有一天1年后你落水潲，民进党的蔡英文因为即个讲防疫反送中香港伊扣掉，但是若万一1年后，也许疫后的经济他处理不好，就让台湾人民讲好我要来投票。9合1选举之后，民进党大败的时候，那大家讲哦民调安尼，大家要甲罢免，各位对台湾安尼敢是好的代志，所以我讲民进党的好朋友即摆想看卖。你即摆用这种手路来对付一个大野党，你要想哦，定咱我讲一个例子哦，足清楚的。公投法进程也未收的时，因是安怎讲？即摆我执政啊，我就个变一个态度。不过今仔拄则吼，这个议员其实嘛有讲到啦吼，就是讲咱伫咧这个政治人物面对罢免的这个状况吼，一定要有较精实的这部分。虽然讲这个5成的这个部分啦吼。是。伊拢做无好啊，刚才做什么水沟啊、顶的道啊，各位很多人都讲啊，伊第二预备金用伫遮，我毋是大家报过一个观念，那是连这种遮尔啊简单的代志，民进党进前20-30年拢无做好，韩国有来做，民进党毋是 Q 噶，即马咱讲的说爱情摩天轮，叫咱立法委员最近落去的，是卡在哪里？我希望大家要讲真话。那是我定定讲一点，你讲进前的我迄种5吨鱼啊，迄个白鳝鱼啊，迄个白海豚，各位，我提醒，民进党伫高雄已经执政20-30年，是这届第一摆，和韩国有第二。你20-30年，你都没有去整理地下那些管道，就爆掉的这些气管，就是这些什么管线，你民进党到底是伫高雄咧创啥？所以。当初韩国有以前讲又老又痛会赢，我希望民进党，咱拢是共一条船顶，你要好好想看，到底你当初是安怎去互台湾人民，去互高雄市民，去人就是讲人甲你放散，但即马韩国人若做了无好，当然伊就爱落台，但伊即马甲做一档呢，兄弟啊，这嘛是互选民搁一届去选择啦吼，咱感谢文基兄，是。咱续来要搁请教议员吼，其实咱拄遐文基遐做出一个建议，互民进党吼，其实民进党嘛是因应着过去吼2018年的时阵，这个高合一真正是大败啦。啊，咱看到韩国瑜市长，迄当阵真正是吼，咱看到高雄市真正较衰败这个部分，民进党应该检讨啦吼，是毋？其实吼，拄则迄文基遐吼讲了，我感觉吼真感慨咧。伊讲吼，伊才做一档呢。吼，我想讲，安尼话，伊哪会无爱伫旧年的时阵吼，好好考劝韩国瑜说，你才做几个月呢，就要绕跑选总统哦，吼。其实也话，你看哦，民调的显示都是讲，因为违背责任政治及诚信原则有45%的原因，都是因为安尼的原因，所以讲
民众是要甲伊罢免的，哦，所以讲45%遐尼悬，啊加上讲放任高雄市政荒废停摆，吼，等等20几%，加就是几%，67%咧，要将近7成吼，所以讲拄则文基兄嘛有讲到讲吼，啊，什么对在安怎歹势，今嘛呢韩国瑜甲高雄市议会国民党是执政党哦，多数执政党完全执政就要完全负责，即嘛是以反背民意哦，伊是反背民意，就是讲。市民迄当时当然是假是民进党讲执政遐尼久啊，那一寡代志无做好安尼。啊，毋过市民就选择互一个为台北来到高雄发展的一个韩国瑜一个机会，创造韩流出来，是要互伊机会去做市长，好好啊改变高雄市一寡不足的所在哦，毋是要互伊去做一个跳板选总统。好，结果呢？反背高雄市民，互伊的即个机会，总是因为安尼，在造成讲即马罢免案遐尼侪人伫。决定讲要甲罢免，其实罢免案即马吼，我感觉国民党也好，韩国瑜也好，即马安怎做都已经袂赴啊。因为伫二阶段的时阵，已经超过50万个人签即个罢免联署书、2阶段联署书，代表讲吼心意已决。是安怎安尼讲咧？其实你看一般咱的人，吼，咱要甲咱身份证互别人看，感觉会硬无想要互人看。每一个市民是足大的决心，家己的资料。一笔一画写伫架下来，袂当写简体字，袂当写英文，一定要写国语，吼，交互无熟悉的人去看你的资料，这是偌大的决心，讲一个市长反背高雄市民，吼，啊面对家己嘅批评了，伊个民众是做小补，这就是即马韩国瑜上大的问题，伊到即马佫无要检讨哦，嘛是讲敢若是啊，啥民进党咧操作啦，吼安怎讲真实，民进党嘛无遐尼搞啦。不过咱嘛爱帮韩国瑜市长来讲一寡话啦吼，其实伊嘛是有心要去杀一寡市政，咱嘛有做一寡整理，咱先佫带大家来看吼，就是讲韩国瑜伫咧即个政见吼，其实有济吼，拢签着即个农产品的即 MOU 啦吼，就是备忘录，啊订单总金额吼差不多53亿外啦吼，啊去年即个执行差不多5亿1000多万吼，啊甲原定即个年底年度要出口即个目标吼，即个25亿吼，执行率差不多20%啦吼，啊其实咱嘛看到。这回受到这个疫情影响，对高雄市真正嘛冲击真大。啊，高雄市政府嘛是有决心要做人看吼。啊，其实咱头拄嘛讲到，就是讲地下水道，也是讲这个路较平，其实高雄市民有的人嘛是感受会到啦吼。另外，这个其实侪人咧讨论，就是讲这个爱情，这个摩天轮这个部分到底有做无啦吼。啊，其实咱看到2019年8月底啊，招商说明会啦吼，啊嘛邀请到国内外这个休闲、这个娱乐、这个不动产的这个开发吼，啊，毋过。有当时啊，吼，可能也未签订这个开发的这个协议书啦，吼。另外，咱嘛来看到讲，各界安怎来批评这个韩国瑜的这个政绩。咱看到这个东华大学民族事务甲发展学系这个教授施正峰啦，吼，伊讲高雄市府无可能啊，吼，无真大可能吼，无做到这个 MOU 的这个执行率的这个统计，恐惊是数字上歹看，才无要对外来公布啦，吼。啊，伫南台湾观光产业联名总调集人，然后这个嘛是这个饭店的总裁林富南先生啦，就是讲批评韩国瑜市长啦吼，伤济做少啦吼，讲济无做够啦吼。另外咱看到这个嘛，这个韩国瑜的这个支持者，伊讲啦吼，就是讲过去这个市长做8个月就完成吼，咱头拄讲地下水道这个输运量差不多103万吨啦吼。另外嘛，改善这个道路咧铺路的时阵280万这个平方公尺。另外咱嘛看到另外是批评啦吼，就是讲前高雄县长这个因为县长啦吼，伊讲韩国瑜是用到这个防疫为理由啦吼，无要来照着投票场所啦吼，嘛已经严重破坏着民主宪政的这个体制啦吼。其实6月初啦要罢韩也是反罢韩，其实嘛是爱各一届来强调，就是讲交互这个高雄市民来选择啦吼。其实咱搁先请这个主任嘛吼，头拄则咱嘛有看到讲，有的人是肯定这个韩市长伊有这个政绩所伫咧，毋过过去恁咧杀这个罢韩的这个时阵，恁认为吼这个部分有当时恁会讲。可能有透过市政还是讲市政府的这个部分去甲恁动啦吼，你感觉这个部分是安怎去看咧？是，其实阮咧即摆咧推杀的，就是拢是讲，比如讲了投票罢，
拢是咧讲，咱一定爱出来投票。其实阮家己伫咧街仔头顶悬咧宣传的时候，咱嘛是讲，毋管你反对还是你同意，拢一定爱出来投票。咱其实是要互高雄人的这个议题会当来呈现。但是咱看到，比如讲，大都有讲到，讲这个借这个投票所的处理遮足久的，啊，即摆咱会当看到，就像你的这个投票所借起来，甲这个旧年的选举的时阵，今年的选举的时阵，其实是这个有18派的迄个无共，所以其实对着一寡可能较会当有时间的人来讲，可能较无差。但是若讲我今仔是等下搁要上班呢，啊，我等下随去投票完要赶去上班呢，可能共款投票所对因来讲就是较好嘛。但是咱会当看到即马，包括讲咱要宣传讲6月6号要罢免，或者是讲要呼吁讲哦，咱投票所爱共款，互大家会当好好去投票，或者是讲咱投票所应该要更多，咱会当来保持这样子的安全距离，来好好做好防疫啊，来投票。其实咱咧摕的拢是讲哦，咱应该互高雄人好好来当投票，但是咱看到讲市政府即摆咧做，其实是互高雄人的投票更较困难。互高雄人投票较困难吼。但是咱同意反对不过咱嘛看到今仔日咱国民党这个内部其实有无共款的这个声音嘛吼，有人讲啊，可能是较低调来去处理啊，甲这个市政徛做伙啦。但是嘛有这个咱讲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啦吼，伊嘛讲到啊，伫咧这回咱就公开呼吁，若是支持者。你就出来投票，啊，这甲党内这个意见有小争差无？其实即摆是安尼，因为即件罢免的主角是韩国瑜市长嘛，啊，所以虽然讲规个国民党拿赢规党大家拢想要甲斗相共，但是爱尊重韩市长伊本身的想法，也伊的做法啦吼。啊，韩市长其实对总统大选了，等来搁回复到高雄市长的时候，伊就讲一句话，讲伊就专心全力100%的时间放伫咧市政建设。啊，当然后壁有即个疫情的发生，啊，所以伊讲伊嘛是防疫为第一啦吼。啊，所以其实我直接讲吼，其实韩国瑜是去用选出来做高雄市长，不管讲伊中有请假几个月去选总统吼，但是。伊的团队嘛并无停止啊，伊的团队嘛继续咧做高雄市政啊，嘛无因为讲韩国瑜请假去选举，啊，即摆规个高雄市政拢无做嘛吼，啊，所以话讲倒转来，伊即摆伊要安怎面对6月初6即个大家的一个管理，要来投即个投票，伊就是伊上好辩护的方式啦。我常常咧讲，就是甲高雄市政做甲，互高雄人去拍分数，你要甲拍几分嘛？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讲，你若要直直去讲一个理由，就是讲，因为你去选总统，所以你得不去高雄人，你就是爱罢免。我是感觉讲，头拄嘛有一个教授嘛，一个中山大学教授，一个新教授伊咧讲，你若安尼造成政治上、社会上的无稳定感嘛，这我尊重所有人伊的口号加讲法啊。但是韩国瑜伊就是希望讲，我就是甲市政做好，和高雄人感觉讲，我到底我的团队，一年4个月以来。高雄人有感觉无共无，所以我嘛认同头拄仔咱的主任佮咱林议员的讲法，你有高雄人家己来表示你的意见，吼，6月初6，吼，啊你若感觉讲啊韩国瑜的做了袂歹，啊你就莫甲，你就继续好做，啊你若感觉讲，我感觉做了无好，啊是甚至讲你去选总统，我就是讨厌，我就要等你，这种尊重大家意见啦，吼，所以韩国瑜伊认为讲，我以市政为优先，我罢免我莫去直接去面对。我不爱去讲这个议题，因为我做市长，我动作就是爱做市政嘛吼。啊，当然，介济基层的支持者看到这礼拜吼，介济绿营也是讲罢免团体，拢伫个其实新闻上90%拢是因的新闻啦。我讲实在话啦吼。啊，所以当然支持者心肝头一定会安那，会感觉烦恼嘛，会感觉讲心情会感觉怪怪，甚至是郁卒嘛。啊，所以你讲像洪秀条前主席也。跳出来，甲大家讲遐个话，我感觉这是一个，互大家心情会当放较轻松的啦。唔通讲，咱就讲规个媒体内底，啊，拢无支持韩国瑜的声，啊，拢是要甲罢免的声。我讲真诶，你讲民主，大家发表家己的意见，这介好，这咱嘛尊重，这嘛是自由。但是有当时啊，就是讲伫媒体声少，比如讲是一个，互感觉会有一个。方向的引导啦，啊，所以比如讲支持会烦恼嘛，所以讲其实并唔是讲哪营内底哦，有诶主战有诶组合，并唔是，其实主角也是韩国瑜，伊
方向定啊做清楚，我就是甲高雄市政做互你市民朋友看卖啊，哦，啊，大家拢会跳出来甲关心的啦。甲高雄市政做好啦吼，啊，咱看这个政主席这个洪秀柱的这个部分，就是讲啊，互选民有一个寄托的这个愿望伫啦吼。是，咱嘛看到讲，其实罢韩甲这个挺韩团体。这个互相拢有这个吼，这个攻防这个部分啊，咱搁一解强调，今日邀请3位吼，也是讲咱搁有文琪兄伫遮做讨论，就是要互这个民主定数会当看安怎搁较健全的吼。啊，头拄啊，这个文琪兄头拄啊嘛讲着哈，就是讲25%吼，即回这个门槛吼是定甲较低啊啦吼，所以过去是这个50%嘛吼，啊，即回吼，咱讲可能后摆哈有这个。51%的人当选，但是还佫有25%的这个罢免啊。头拄啊，咱已经请教过议员，伊讲吼，这个罢免的这个定数是佫互这个政治人物较顶尖的做代志啦。因为若是讲你真正做无好势，啊买手，人就是甲你做罢免啦。咱佫一个佫请咱的议员。是，其实吼，不管选举甲罢免吼，拢是宪法保障基本人民的权利。是，好，所以讲选举吼，大家爱甲你支持，互你做代志。吼，就是要认真做好，大家互你团伙工课去做好代志。啊，所以讲你无做好代志，จาก我来看话，自然人民就会当甲你罢免，这是足简单的道理啦。吼，所以讲我感觉罢免就是上好的公民教育，嘛是对政治人物一个上好的责任的教育啦。吼，啊，另外就是我拄则嘛爱回应一个迄个少廷议员拄仔讲，卖甲伊拄仔讲吼，卖甲韩国瑜请假去选总统，当作罢免的理由吼。啊，伊讲市政依然安尼嘛是继续咧行嘛吼，就代表讲其实伊意思就是讲，其实规公市政府无韩国瑜嘛是会使啊吼，意思是安尼嘛吼，反过来讲，所以讲爱规气都尊重民意的决定嘛吼，啊看最后决定是安怎，是毋是请伊就卖做市长啊吼，啊互真正要专心市政的人，袂像我来看我的人来做市长，毋是上好吗？对市民毋是上好的责任的展现嘛？这是我的意见。这是这个林议员的意见哈。不过头拄也嘛有讲吼，选输了后有登去要回归市政这个部分哈，咱嘛有听到咱这个国民党议员伫遮有做一寡这个表达的这个声音。另外，咱搁来看到咱所经历的吼，就是讲罢韩停韩这个部分啊吼，就是咱看到头前已经吼，就是讲看板挂起，搁互拆掉了吼。啊，另外这个部分嘛，这个停韩的这民众吼，伫这个高雄这个单车这个所在吼，嘛是有400名民众讲骑名册要来停韩国瑜的这个广告的这个看板啦吼。啊，另外嘛是讲买手，因为这看板互拆掉，所以就用这个吼导影这个方式啦吼。啊，另外呢，就是讲嘛是用这个水枪啦吼来头拄啊这个涂骹改写字吼，就是写讲要6月6号吼去投票做罢免吼。不过这个市府新闻局吼嘛讲，这个环保局清洁人员维护市容整洁吼，非常的这个辛苦啦。另外，咱嘛看到高雄市议员这个黄捷吼，伊有收到情书，讲韩市府拍算要用这个社会秩序维护法吼，14条甲72条来发办这个罢韩的这个宣传，希望这个韩市府卖过来这个来征这个吼，咱讲基层的公务人员甲警消人员吼，咱继续过来请主任嘛吼，就是讲罢韩有济动作啦吼，啊是安怎？咱会看到这个高雄市议员黄捷吼有收到这款的这个情书会出现的。是，其实因即个咱伫咧即个洗即个涂骹的时阵，因就有讲哦，我要用社会法甲你办。但是其实咱迄个时阵就问讲啊，你要用倒一条甲咱办？伊其实是讲袂出来，所以咱想这可能嘛甲进前共款，就是哦，因转去翻一个法条啊，找一看卖敢有看后壁会当来做即个动作的啦。而且其实讲即个大多讲韩国瑜要回归市政，但是咱会当看到，其实伊对罢韩的动作是频频啦。比如讲咱即个洗涂骹，因就随来关心嘛。啊，咱即个白布条啊，或者是安怎，伊就随走过来讲哦，你安尼袂使，你安尼倒位违法啦。其实我认为讲面对罢免，才是韩国瑜的即个责任，因为伊即摆是接受到民意的讲扬，就是50外万的高雄人，就讲哦，你应该就爱即个被罢免嘛。所以其实你去面对罢免，这是你的负责任的态度啊。比如讲，我个人，因为咱即个台湾基金登记批评韩国瑜嘛，所以伫旧年的时阵，因为咱即个韩国瑜讲伊从来无离开高雄，咱就讲一句话，讲有一种母体叫韩国瑜，啊，结果我就互告啊。所以韩国有一个人甲我告，我就出庭来说明说，哦，
我其实讲这个话是有一个道理的，我甲伊说明嘛。但是即摆韩国有面对着即个58万高雄人的即个检验，伊煞无愿意出来说明讲，伊是安那无应该互罢免，伊做了偌好，做了偌歹，伊倒位好，倒位歹，伊爱家己讲啊。所以我认为讲，这其实嘛是伊的责任，毋是讲哦，即摆点啊，讲要做市政，安尼就是伊的责任所在啊。就是毋那敢若吹花就好啦吼，爱做互人看啦吼。其实咱今仔日来讨论讲，即个6月初六到底是要投票，还是歪投票，拢是高雄市民选民即个意志啦吼。啊嘛邀请到咱讲国民党即个党内中常委啦吼，啊嘛是咱高雄市的即个国民党的即个议员，啊嘛邀请到咱即个碧雄啦吼，嘛是真少年的即个新闻部即个主任，嘛邀请到即个议员啦吼，咱还有文基兄伫咧线顶，甲咱做一寡讨论，就是要希望讲回归到即个民主定数到底吼，即个罢韩有过啊无过，拢是一种民意的即个表现吼。但是咱嘛呼吁，就是讲无要支持罢免，还是讲无要支持即个反罢免即个动作啦吼。咱搁一届强调咱节目的即个立场啦吼。啊，今日嘛搁一届，咱搁来互即个议员搁一届说明一下吼，就是讲即回即个国民党来即个立场啦吼，安怎去看即个尾手啦，可能有真侪种即个选项。我想小讲啦，其实罢免的主角是韩国瑜啦吼。啊，其实对伊来讲，伊介早就讲过啊吼。其实尊重罢免的即个权利，吼，你要提出，吼，百姓家己心内有一支笑伫遐啦。尊重罢免即个吼，一定是尊重啦吼。啊，当然，伫伊的任内，伊就是家己的工作做好啦吼。啊，你讲无市长，安排当运作，不如卖市长。我讲你若安尼讲，大家6都拢卖市长就好啦。因为咱的事务官本来就拢健全嘛，啊，所以市长一定是甲方向了调，互事务官去冲嘛，所以咱也是互伊。